姐姐说，你妹生来了，便在我这里送上一位，丢上一位来，我不做声你就走了，是吗？妹妹为我不是一句话呢。离婚三证，我能说什么？也在心啊，我去告诉老太太、我太太。你妹妹不要这老公公，你总是让我担心。林妹妹，其实我的伤也没有那么重，有的时我也是醒着的，只是不想说话。知道我来，却不理我。什么知道你来，却不理你？林妹妹好像话中有话，话中有话不话，你心里也能不知。你告诉我，什么时候你来了，我不理你，等你心里憋着这口气。我问你，那天晚上我去游泳馆里，你为何不上丫头开门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晚上包姐姐在游泳夜话，请问这丫头见天色晚了，怪包姐姐不走，便阴阳怪气的说话，不想却得罪了你。我去猜到园里有包姑姑更在乎的人，所以才叫我吃了闭门羹。我就知道你来，诚心拒你门外，让我不得好死。什么事呀，我的？可你举止未见，亲戚都跑出来了。我就是不想让你妹妹误会我。既算是无谓，那我也就不怪你了。包姑姑，我醉了。你妹妹乱我，用我再多说一句话，去一句，两句行不行？好，一句，一句。
些聪明的林妹妹，气味不懂。懂也好，不懂也罢，我也问你一句话，一句，两句，行不行？一千句，一万句都行。宝姑姑。一句话比当今生方才讲，我想我想，一层长大的小姑娘，分你宝姐姐，我你好，你怎样？宝姐姐，我你好，你怎样？宝姐姐，前儿我你好，你怎样？宝姐姐，事情我你好，你怎样？宝姐姐，今儿我你好，回来我你好，你怎样？你和他好，他也和你好，你怎样？你和他好，他也和你好，你怎样？你不和他好，他偏要和你好，你怎样？生生世道，鸡牛两样好，你怎样？生生世道，世界门好，你怎样？你不分，你不分，你怎样？你怎样？你怎你怎样？林妹妹的这句问话好长好长，你问完了吗？问完了，我的回答，一句一句，哪一句？生平14岁前，我只取一瓢饮。再说一遍。生平14岁前，我只取一瓢饮。